都相信帕鲁提佢歡喜嘅準備要迎接新嘅一年咯。唔過呢，南投也新義鄉嘅神木村，晒有少部分嘅民眾完全冇感覺過年歡喜嘅感覺，因為去年呢白白太水，可以呢屋嘅變做危樓嘅，因呢本地拿來落實嘅天氣嘅也如本太水大黑的，故所面對未來太陽設置農地要用嚟難好。每大準備過年的東西，你當公價無限制價，連亞視路的貨咪冇停過。除咗主角係那14人，田幫同菜頭班咪總下採好咧，然之後咧過年也到咧，就因為種數些新人總下個賬戶卡。今年過年啊，就特別準備乜嘢冇？冇，嗱往年享有，冇啦。啊，迄班嘅叫做咁樣一家大，一家做嘅。一家做嘅。鄉款帶頭在起地度，你屋卡人的過年氣氛就較無咧。如今今日的屋已經變做危樓，連將屋卡路都冇撇咧。唔過認知傳統嘅習俗，所以今日係嚟將屋卡拜日。唔過往擺總下自家準備嘅東西，今年總下改做也買片呢。就是簡單煮一下這樣啦，哎呀，今年呢是很那個啦，就是種的東西沒有收成啊，生活比較困擾一下這樣啦，哎呀，都簡單買一下啦。就不用買。係，因為去搞冇種嚟啊。無神無理嘅小朋友仲係當其他套過年，反而套傳統搞了。唔過上到過年了後，係喺村外去潛頭路，呢種無形勢完全都無法度反喜。哦。過年回來這邊準備去多久？不知道誒。會不會很捨不得離開這個家？嗯。都過程人做先離開家邊。隨運作再運款啦。我懂唔反對。唔反對咪冇多啊，天天要說咩記得要來咧。鄉款係度過新年，唔過嚟到神木村嘅村民，曬同某輩嘅民眾又完全冇鄉款嘅心情，然之到過批嘅年了後，家人呢時時個起過係係冇年啲。客家新聞李鳳琪南投報道。